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AZ 疫苗已经开始做1礼拜啊，不过无够1万人去做。卫福部也讨论讲开放第2批时间甲真悬，上近拜3就公告。房地合一税修正草案今仔日伫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开始施行的时间该调野协商。今日下晡3点多，伫高雄公产的半导体公司强无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发现讲是4楼尾的电气室来清除乌烟，目前是无人受伤，到火原因过来调查。乌烟呛呛滚，工厂出楼尾顶不出火机，导火烧起来，火势真猛。工厂员工第一时间赶紧逃出来，消防队出动大批人力去现场布水线拍火，总算成功控制火势。那个黑色浓烟很大，然后水车一辆接着一辆。刚起来还好，可是慢慢烧起来就很大了，有爆炸的声音有响。4楼电机室，它有燃烧一些机械设备，因为它里面有油，所以就会有浓烟。29下晡3点外，高雄市公山区半导体上市大厂强无传出火灾，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4楼顶电机室机电设备不出乌烟，初步了解无人员受困受伤，详细导火原因还搁进一步调查。C栋的本来就不是厂区这样，那 A 栋、B 栋本来就是独立的工厂哈，所以现在都在恢复生产了，不受影响。强无过去专注伫公路元件一极体，2019年是全球第19大公路元件厂商，这几年来拓展车厢工控领域。去年前3个月毛利率都有13.1%，年增2.2个百分点，1月营收也有10.48亿，创近3年来同期新高。强无声明表示，导火大楼是实验室甲生产线独立分开，未影响生产作业。事故反馈时，对公司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咱国内做 AZ 疫苗时间已经做1礼拜啊，不过竟然来做的人无超过1万人。着立委烦恼讲，若唔紧做这疫苗，就特别告急啊。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召开专家会议，研究第2批做疫苗的时间甲对象，上近伫拜3就会来公布。国内新冠疫苗做满1礼拜，全台做的人无到1万人，只有9410个医护人员，其中高雄市人上济有7992人，第二是桃园市1414人，台北市有1399人。连江县是还未开始做，做了后不良反应通报新增加3件，总共有31件，大部分不是严重的不良反应。大部分就都是属于这个发烧、肌肉痛或是这个头痛，或是注射部位红肿、热痛。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是针对专职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差不多20万人次，第1期甲第2期之间至少隔8礼拜。有可5月底有其他的 AZ 疫苗来台湾，也在努力协调当中。什么时阵会开放下一个阶段的对象，包含非专职病院的医护人员诊所有数定差不多45万人。爱等专家会议讨论了后，上近礼拜3、31公布。那些非专责医院的医护人员，它数量其实蛮庞大的哈。如果是第1阶段没有打完的话，第2阶段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接下去打。那可能是在这个清明节前后之后公布都有可能。第1顺位的第3等级的，大概就很快就要开了。好，那个部长有多快？多快我大概看这2天的数字，礼拜3应该会宣布。韩国为顶个月底开始做新冠疫苗，佮宣布以4月开始，民众做疫苗了后，无需要医师证明，就用直接请假。台湾是不是比较办理？指挥中心表示，若讲做疫苗了后，无数次用请病假、事假、全新的特殊假等，加上用请家庭照顾假，另外是不是另外新增加注射假？劳动部强调尊重指挥中心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帛琉特别来推动旅游气泡，帛琉总统惠淑珍也来到台湾访问，29早起先去成功病院做健康检查，目的就是希望会当推动帛琉甲台湾的医疗合作。另外，这回帛琉的访问团也有一位美国驻帛琉的大使，也是做伙来，这也是台美断交以来头一届有美国大使以公开身份来到台湾。
秘鲁总统惠素人来台访问，日到日头早先到成功病院进行健康检查。过去秘鲁总统甲第一夫人拢捌来台就医，秘鲁民众有急同情，也是请求台湾医疗。代表旅游专案成行，有希望降低疫情期间秘鲁居民来台看病的地限。离开的时候，表示对于台湾这样优秀的、优良的医疗技术，那以及就是在健康检查方面完善的一个规划，他说非常 fantastic， 就是非常的印象深刻。惠素人下昼是伫大的饭店，甲医疗参航空界代表会面，希望会当增加航班。中营航空低调证实是来礼貌性拜会。这也是惠素人头一摆出访问团成员，毋但家人、秘鲁政府官员甲国会议员，惠素人更加伫机场介绍，美国驻秘鲁大使倪约翰也同齐来，表示旅游专案会当成行，是靠台湾、秘鲁甲美国三方共同拍拼。另外，倪约翰进前就捌公开支持台北法案。Taiwan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and I think we can do more with Taiwan to assist Pacific Island nations such as Palau. 倪约翰是资深外交官，捌派驻非洲、澳洲等地，真知影印太地区。伊当时伫提名听证会上，捌公开肯定秘鲁继续承认台湾。佢认为美国驻华代表有义务对中国恶意行为做出反击。国防学者苏志芬分析，这是台美断交以来头一摆具名来访的美国大使，展现美国已经无禁忌透过官方正式关系，甲台湾接触未来合作将更加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为着要防止炒房，这个房地合一税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初审通过啊。规定2016年了后所买的房地产，若准伫2年内又搁卖出去，就要扣45%的税金；2年到5年之间就要扣35%。一若当时会来施行的，调也搁翕相。房屋市场真热门，为着一切短期的炒作，有关房地合一2.0版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财委会初审通过。邱集团出进前南部建案赶在新制实施进前推出了红单销售，造成抢买。财政部长苏建英表示，伫传出红单的交易迄天，财政部已经配合内政部去查，这宗案件是依上调查。听说南部台南有某一个建案了，说1200多个人在排队啊，是，都拿红单吗？我觉得那是公然在挑战公权力耶。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请那个代销商把那个交易的资料，还有内政部也会给我们，那我们会进行这个。有没有对代销？即摆初审通过房地合一2.0，对2016年了后出地的房地开始算，扣税对象除了新增加的有售厝，也增加特定股权交易，也就是交易也未上市规，现贵股票也是出租价时，交易额度若是超过总股份，也是总出租价一半。即公司的股权也是出租价50%以上，受国内房地构成就要扣税。而境内个人也有法人适用重税，短期交易期间是久长2年内，若是卖就扣45%的税，超过2年无满5年内底，若是卖就要扣35%的税，用重税来打压。严格生效的日期部分是保留予调也来协商。实施范围房子是从105年1月1号取得的，这个有溯及既往的问题吗？如果真的溯及既往，基本上就是以前刻过105年1月1号以后交易的短期交易的房子，我们还要回去追税补税。那这个事实上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实施日期，财政部的立场是我们的草案里面就是由行政院定制。政府伫打压炒房屋市场的同时，也兴建社会主体，更加鼓励包租代管。内政部指出，包租代管即阵已经介绍超过15000户，也毋过由即阵敦促税版本拢无够完整，烦恼管道等会造成出租起价情形，所以讲支持以敦促税结合包租代管的大方向。目前囤房税这个论述大概只碰触在房屋税，而没有处理地价税。那甚至我们觉得。持有税的问题应该是税基的问题远大于税率的问题，所以说处理的标的和处理的角度可能都可以再讨论，但是大方向我绝对支持。另外，为了吸引更加多出头家加入包租代管，内政部建议修正主体法第23条的条文，让每一间厝每个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对1万块提悬到15000块，希望全面包含各县市的平均的租金，经由专法来健全租厝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
空军2台 F-5战机进前发生烧溶摔落海，造成飞行官1人死亡、1人失踪的意外。国防部副部长今表示，目前的搜救无上新的消息出来，也继续找出飞行官的下落。针对最近2年所发生5战战机意外，国防部表示讲是人造成的因素占上济，也表示讲会继续检讨。空军台东这项基地进前2架 F-5烧溶坠海，造成2名飞行官1死1失踪，搜救已经第8天。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29日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讲，这阵搜救无新的进度，不过会继续来搜查。目前搜救还没有新的进展，但是我们海空跟陆上的搜索持续的在进行中。事故了后，大部分的战机拢停飞进行特检。空军讲有加4个岁 F-5系列战机会使慢慢复飞，会先由资深的飞官来开箱造机。对着近2年来国军发生5战的军机失事的代志，国防部报告指出，人为的因素占65.9%，国防部会强化监督机制，落实飞行纪律这方向来精进。当之前人员看到有一些危险因素，但他不会，他也不敢跟他的长机或跟资深员来讲，错失了一个改正的良机。在中共军机26出动20架次来侵扰台湾，虽然无飞过海峡的中线，不过是上侪架记录。对此，空军也精进反制做法，对以往的派战机应对，改用飞弹追踪监督，确保未进入咱30里的空隙内。我们的警戒机做区域警戒，然后过来用飞弹追踪监视，确保它不会经过我们30海里里面。中共军机离到中岛进前7摆进入咱防空识别区，空军拢用广播来驱离。这也是代表签署海巡备忘录了后，搁再1摆派出水批的军机侵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直接发生游览车意外，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今仔日就提案修法，要求交通部就要规定，坐客运的旅客一定要下安全带，若是无遮就无要开车。另外，针对着苏花公路游览车弄线壁意外，交通部也叫港经工厂所生产的游览车就要回来检验，目前已经检70%左右，目前是无发现讲什么款的大问题。今年运安会初步调查，认为游览车的椅仔安装可能有系统的问题。交通部到礼拜已经调回565台，甲苏花公路事故车工厂打造游览车，即阵拢无发现问题。不过认为这期椅仔安装根本无标准的流程，应该具体来修正规范。到底是2根螺丝还是4根螺丝？在相关的车安中心所提供的规范，他们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查证，是不是？交通部呢，目前会同车安中心或者是产官学研跟公路总局，还有运安会，大家共同来研议动态的测试，纳在相关的车辆安全检测。交通部表示，大约调度15组的人力来进行这摆专案的检修，因应连续假期即要到啊，外界关心是调回作业的影响业者的调派。交通部讲有加7名连续假期前调回车辆已经完成8成，估计应该是袂影响到业者的作业。不过内部也在1个月来研究，若是调回检修造成业者的损失的补偿机制。他们有一些营运的需求的部分，其实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说有相关的营运损失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这一个公运计划里面，就是说研拟相关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方式。另外，因应近年来游览车事故定来发生，不过现行的法规无强制人客爱甲安全带。交通委员会早起决议提案要求交通部修法明文强制，大客车人客必须甲安全带，并且互大客车的司机乘客若是无甲安全带，就拒绝发车。对此，交通部讲的建议1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来回复。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咱台湾欠水的问题，好天也得爱积雨来牛。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农委会主委陈启忠以及着桃园市长郑文灿等人，今仔日伫石门水库召开中央地方联合对抗可汗会议，而且要去视察石门水库拖沙清运水道。这个水道泵坑会当甲水库的拖沙清走，延长水库的使用时间。雨落袂出来，全台可汗继续。经济部长王美花、农委会主委陈启忠甲桃园市长郑文灿等人，早起伫石门水库召开中央地方联合抗可汗会议，佮视察阿武坪防污泵坑有计年底完工，对延长石门水库寿命有帮助。好，我们希望未来至少都要维持像现在的有2万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哈，不要再清淤再增加了。那当然这个防淤隧道。完成之后会非常有助于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排沙的这个情形。
王美花表示，今年的清淤作业已經伫水頭加大力度進行，探目前水較少，也是加大清淤的好時機。湯市長鄭文燦講，未來4到6月的梅雨季、7月風颱期，咁是帶來真濟雨量，又話唔知影，愛趁這段時間，要將水頭的沙石所存下游的水庫庫底、綠澳加清淤抽沙同齊做有關水庫的蓄水量。我相信今年可以正式啟用防淤隧道，那將來石門水庫可以增大這個淤積的處理能量，那也可以延長使用的年限。面對中央電工提前準備控區化，學者表示，長期來看，台灣確實可能面臨欠水危機，既然現階段無法度開源，導致會當為滯留做起。越來越乾燥，甚至會走向沙漠化，我們就必須要談節流。我們台灣目前一天可以回收的水有285萬噸，事實上是1000萬人的用水量。我們只要把這裡面的水回收一半，我們基本上也不缺水了。學者認為，要解決欠水問題，關鍵就是水價。政府袂當擱行吸水的話題，需要以合理水價、差別費率、耗水費、季節水價等來運用。另外，也愛提升工業廢水需要回收備社，佮要求大企業也愛使用一定比例回收水，多方面做，台灣欠水問題才可能慢慢來解決。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中部欠水的問題，地區彰化有一寡所在，也着愛進入用水用5天停2天的情形。民眾除了欠水起來，也得找找天然的替代資源。除了彰化市的紅毛井，也個社頭的甘露泉，就算最近佇咧考化，有關有水問出來，吸引真濟民眾去灌水回來用。民眾科技塗骹洗衫，這是彰化八卦山腳的紅毛井。聽電風講是荷蘭人佔據台灣的時陣所開塢的，目前是彰化縣的歷史建築，因為井水唔捌塗骹。刷落來，彰化部分地區也要強固停止分區限水，來遮洗衫人一定會更加濟。有這個水是足好的代志啊，對無？這無廢掉上好啦，保持著這。4月初6若講有小開始的時啊，阮這紅毛井遮洗衫的人一定會加減會增加啦。當地里長表示，紅毛井以前水質也袂歹，不過後來因為大腸桿菌素超標，已經禁止民眾飲用，所以大多數是用來洗衫。地下頭清水岩石的甘露泉是自然本泉，泉水當年無斷，佇日治時期也奉列作是台灣3大名泉之一，逐工攏有人來提水登去用。不過最近民眾發現水量親像變細啊。所以即擺水原料有較細，有較細啊。但是水是攏有走出來就對啊。有啦，算出大啊。最近吼，咱吼即個較欠水，可是咱的用錢是無差，毋過吼來入水的民眾較濟，尤其是假日啊，甲咱的早暗吼，因為即個下班時間吼，大家攏會來這入水去哩安尼。八卦山飯坑下面也有天然本泉，這是2002年開通飯坑了後才突然出現。關聯機關所清洗本掃車頂車輛，也有公園的鴨花鴨樹，攏是使用這個泉水，當年替公所省不少的水錢。即馬特別限水，原本可能無遐爾顯白的天然本泉，即馬顯得特別重要。記者綜合報道。澳洲的研究團隊當日找出一隻真珍貴的大鳥水尖仔。頂禮拜公布着發布器，確認水尖仔有飛6000多公里飛到台灣，卻是拍無去啊！落尾去予台南市野鳥學會會員找到，而且佫翕到鳥仔的腳環，確認這隻就是澳洲要追蹤的迄隻。頂開7個就要飛起來，也是這時陣，予台南市野鳥協會成員李正峰翕到鳥腳頂面的青竹旗 AAD， 證實伊就是過去幾禮拜鳥友攏佇咧找的骨尖仔。單獨一隻，其他原本在內的一些半身鳥類，就是大已經飛得差不多，裡面鳥類是沒多少，所以它就單獨一隻站在遠遠的灘地上，我估計大約在100米左右啦。骨尖仔體型真大，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西邊甲澳洲大陸沿海，屬瀕臨危險的物種。由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研究團隊放生，根據發布器的記錄，伊離離就飛來到台灣，可是一直都無看到伊的蹤影。像玉玉這種東西，其實我們幾乎每年都會看得到，它數量不多，但是每年都會有幾隻來台灣經過，都會有。那只是說這一隻剛好是因為它有細發報器。那細發報器最主要是說，我們可以知道它遷徙的一些路徑，還有它的速度。頂禮拜全台灣的鳥友攏佇咧找，主要是佇咧台南客家的濕地來出現，由澳洲的團隊放心，確認這隻飛6000多公里來到台灣的水鳥安全到位。記者綜合報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根据调至到上新的数据，全世界已经注超过5亿4千万ton的疫苗。也因为疫苗有伫咧做，后面也希望讲6月会当来推动疫苗护照。另外，斯洛伐克也发生总理偷偷甲罗西亚买疫苗，落尾失职落台风波。伫咧罗马尼亚，有一个104岁阿嬷，第2杯已经完成注第2针疫苗啊。在家属的陪伴之下，104岁阿尔塔格阿嬷2月去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诊所完成注辉瑞第2剂的疫苗，加做首都年岁上悬注疫苗的人。Ma convinto ne porta me, cari medici. Ja, ma convinto che singola soluzione e che scappa da questo microbo e vaccino. 阿尔塔格阿嬷伫西元1916年出世，经历过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2月注第2剂疫苗了后，完全无任何不良反应。罗马尼亚1900万人口已经有差不多280万人注过疫苗。另外，塞尔维亚因为还佫有假出 A 剂疫苗，政府宣布予外国人免费来注。这几天有真侪隔壁国家波斯尼亚民众，甚至有为德国来注疫苗的医疗人员。I tried to be vaccinated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and I'm a physician, but I couldn't. You know, I can understand it's a vaccination strategy, but this is good for me now.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网站用数据看世界自9的上新统计，全球至少已经150个国家甲地区注5亿4100万剂的疫苗。欧盟内部市场委员布勒东2月表示，欧盟相信今年6月中对实施欧盟健康认证的机制，透过手机QR code 扫描，显示个人名字才个资，佮注过倒一种疫苗，相同是疫苗护照的概念作为旅行移动依据，伊也保证到时阵欧盟会有4.2亿剂的疫苗，互想要注疫苗民众拢疫苗通注，希望达到群体免疫，振兴热天旅游市场。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辑。受到疫情影响，伫咧海上行船的行船人确实无法度去到港口靠岸，也因为疫情无收煞，因着无法度登去含处理人团圆。即款船员也消遣家己讲，行船袂输伫咧坐家共款。不论是货柜轮、山层轮，也是石油甲天然气专用的船只，拢是国际贸易袂当欠的重要角色，也是部分开发程度。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并平，海运甲航空货运上大的无共，就是每艘出航到长期母港，拢至少用几个月以上的时间。伫底站靠港装落货的几工之外，为船长甲船员大部分剩的时间，除了隔边边的船舱、复杂的仪表板甲写白员的航海日志等各种报表之外，大家看到的景色拢是这款的。当然，货运的工作甲生活空间比起海军舰艇跨真济，也毋过却无可能像豪华游轮迄款的啥物拢有，一工过一工，伫有限的空间重复同款的动作，这也是新型冠状病毒侵袭进程。伫大地疫情的污染之下，靠港是无法度上岸放松心情，船员轮调也受限伫各国的检疫隔离甲出入境规范。伫船顶加点2-3个月已经是平常的代志。The thought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back home in time, and the thought of being chained to this particular place, and in a way you can also say jailed, is getting onto crew now. They are thinking more about it than the actual job at hand. 根据国际航运协会 ICS 的估计，目前调伫船顶因后转去的各类商船船员大约有10万人左右。虽然会有这类的补给业者定期提供各种的食物用品，互船员伫物质上袂欠，毋过一摆出海等于是坐甲几个月，心理健康的问题是袂当疏忽。虽然船员的薪水待遇也算袂歹，毋过一场疫情，互袂少航海界的人开始对一场生涯有无共的看法。住伫新德里的梅赫拉就讲，伊原本也毋茫学生，有一天也加入海运的行列，实践爸仔囝同齐伫港车船来做代志。毋过即马毋若放弃这个梦想，也阁拍散苦劝囡仔毋通对伊行共款路。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讲到今年双十节宴会会伫倒位举办呢？高雄市长陈其迈伫家己的 Facebook 顶头宣布讲，今年的双十宴会是经过20年后又搁回来到高雄咯。
高雄市政府表示，讲设施烟火初步规划是比较去年底100年港口的烟火模式，选择了高雄港要来放烟火。市政府表示，讲高雄港有不少建设长日起，选择高雄港是希望大家看到高雄长日进步。市政府也讲，目前长日规划有上新的进度，会随来对外公布。一年一度的湘北论坛，今下晡伫新北市5股举行。台北市长郭文哲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讨论湘北之间超过100个案件合作议题。外界上界关心的，就是这运宽纵线是啥人来划头呢？目前是由湘北协调一间厂商来经营，等候专线完工了后，再来讨论讲啥人来划头。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在由5股本所山整顿的5股夏绿地公园，今年湘北论坛自9开始，由新北市做主人，不过2位市长互动无济，连握手拢是边个人提醒了后，才斗阵协商。因为湘北市之间的议题，市政合作议题超过100案，按好好坐来讲。期待更多的地方，大家都能够并肩作战，用同样的目标跟方向，创造双北的共荣。争议一定会有，不过有争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解决争议的一个机制。那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小问题，你知道哈，但是经过大家的协调也解决掉。原本1点钟的闭门会议30分钟就结束，议题敢拢是讲好啊，亲像外界关心的湘北市宽纵线之争，2位市长表示已经达成共识，会由2市协调出一间来经营，不过要等全线落成了后，再来讨论3人做主。南北道路的相关规划，咧等交通部4月评估报告出来，湘北专案小组会继续合作，甲地方沟通。环状线原则上是我们的南环、北环、东环。这边已经快完成以后，我们原则上都是由一家来做一个经营，所以刚刚科长跟我们之间有达成一个共识。淡北道路现在是交通部还在处理，我想是等交通部跟新北确定到底要怎么处理。台北市的原则上是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另外，台北市优摆要升级2.0，新北市继续用1.0，会出现整合问题。关提指出，相关改变问题有配套处理。侯友宜承诺，新北市会维持原本的服务水准，提升使用上的方便性。另外，湘北水培争议，侯友宜希望拥有水培的合作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海草大公道小组正式讲，因这礼拜会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见面，来讨论海草大的议题。针对着时间、地点，也个双方的代表，目前也等咧安排。不过公道小组也批评讲，遐尼大件的国家开发案，怎会无替代方案呢？海草大公道人数超过70万，对中央形成正大压力。农委会主委陈吉仲23日简讯要约沟通会议。经过海草大管制委员会决议通过，海草大公道小组也正式，这礼拜会甲陈吉仲主委见面会商，怎么正伫咧瞧时间、地点甲双方的代表人员。长期以来，好像问题都是在开发方，几年来一直都没有所谓的替代方案。就国家风险管理的立场来看的话，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海草大公道推动联名的公道带头人潘中志讲。会当谈有善意，拢会当开一个新的窗口。这边将会针对海草大的保育、恢复减煤的议题进行沟通，也坚定公道的指文，要求3只项搬离大潭海花甲海域，符合70万人数人的期待。会后会公开说明讨论的过程。不管公投有过或没过，我们期待都可以在整个环境里面的永续，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双赢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希望这礼拜会当甲保护海草大的团体见面沟通，政府有责任爱提出方案，满足大部分的环团朋友的期待，唔是用保护海草大加减燃煤气的议题来互相对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垦丁，竟然有游客伫咧耍油漆弹，甲油漆前压咧伫咧车路顶头走来走去，这款的行为实在是足罕的。若准去互车弄着，是啥人爱担起责任呢？第20大线是主要去垦丁的路，时速上悬会当到70公里。进前民众经过，却看到有人穿迷彩服，伫咧路边耍漆弹。业者回应，人客是伫咧休困的时阵，小六如果找不到，才会走去车路。他打完就在左右两边的椅子休息，可能里面他们自己好玩，就是
一个要打一个，一个要追一个，这样就跑出去。还蛮夸张的，因为马路上几乎都是车子啊，这样很危险啊。也则强调，民众伫附近体验的时阵，拢有教官在场指导，嘛规定伫限定的区域才会当射击，未来会加强管理，警方嘛介入调查。制灯取发并加强路段室内违规行为告发处理工作，配置安管组跟交管组来分流车辆，那也不会在大马路上面做中所方交战的动作，这个真的很危险。其他有在算测段的专家强调讲，伫咧车道算测段真正介危险，嘛建议讲，若是真正想要模拟伫咧路里算测段，会当先向当地派出所申请，配合指挥交通，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四湖的三条轮有一个海水浴场，前阵子伫遐有设一个国际风吹雏鹰学校，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通过国际认证的学校，希望会当带动西部海岸的运动观光。伫咧云林四湖的三条轮国际风吹雏鹰学校，伫众人期待之下，已经完成挂牌典礼。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国际风吹雏鹰组织、国际 IKO 认证的学校。馆长张连生也亲身去体验。从国小到年纪70、80岁都有人学习。那新的尝试呢，当然是要勇气嘛那因为本身训练不足了对于所有的装备不够熟悉才会被风浪被风拖着走了那我想还是及时的教练赶上。四湖乡长表示，三条轮的海边是有风无影，正适合耍飞行线、雏鹰等等的运动。也期待国际风吹雏鹰学校开始运作了后，所有民众会当来这报名学习课程甲观光。也期待有风吹雏鹰学校了后，会当发展在地学校的运动项目，加做地方的特色。咱三条轮海水场就因为有风无影所以适合初学者来这个所在安尼，会吸引到世界各国的在喜爱这个极限运动的在朋友会来到咱台湾。四湖三条轮海水场经过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花了3年的时间，投入1亿元的经费重新整理。三条轮海水浴场有天然的优势，唔那海水温度会当保持伫17度以上，更加是亚洲地区伫寒天时会当体验风吹雏鹰的所在，结合运动学校的推广甲国际认证，希望西部海岸的观光会当愈来愈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真侪文心兰拢外销，去年因为疫情关系，计销是变甲真歹。台中农改场最近开发一种智慧的保光系统，会当自动侦测天气甲光线，来控制开电火和关电火时间，会当帮助到这农民减省一寡电费，也会当提升品质。一蕊一蕊黄艳艳的文心兰，台湾一年的产量大约是6100万支，其中9成拢是外销到日本去，是台湾真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不过文心兰嘛真够因为寒流也是日头光无够，来影响到品质。因过拢是农民家己靠经验来点电火补光。即马台中区农改场推出智能补光系统，通自动监测天气，控制补光。就是用智能能够去侦测到光线、温度等等条件，而且进一步自动的去控制补光。农民以往会伫9月至11月主要的产期，文心兰开始布影的时阵，甲花仔叶加掉，互伊重新布影生长，通好甲产期延长到2月。我们做产期调节的话，冬季切花，它可能就是 B 级跟 C 级会占多数，然后有智能补光以后，就是 A 级跟 B 级的层数大概有在7成这样。用这项系统来控制补光，通提升延长产期了后的文心兰的等级，帮助农民通好趁3月、4月绩效上好的时阵，增加愈侪收入。CD 后段班的花卉，它会往 A、B 级去提升 ，A 级的花提高了，所以每一支切花可以增加10块钱。对我们外销日本的
一个这个市场的开拓跟市场的这种品牌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这项系统来控制曝光，卖当愈正确愈省电，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也搁通减少成本。虽然即马这项系统敢若伫台中的外埔甲后里试验，不过农改场嘛希望未来会当搁甲推广到其他的地区，帮助搁较侪文心兰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高丽菜当咧大出一个介绍也写甲真俗，伫昆林有一个社区的职工带老大人做回来做无共款的高丽菜料理，也希望讲甲农民斗小价，这款时代也食甲真欢喜。今年婚姻高丽菜大出，就是个好食。中安社区的职工甲长辈用高丽菜变化出无共款的菜色，同齐煮食，互长辈当活动筋骨，佫会当分享好食的料理。煮高丽菜饭，高丽菜梗，还有做胡菜吼，甲做咱的泡菜，高丽菜干，只要高丽菜用会着的，我拢是有做着。过来，因为我嘛放迄个凤梨嘛有，我们用水果泡菜，我们是今天是做水果泡菜，有加旺来。泡菜背后爱留盐，落软落肉。除了长辈兴食的水果泡菜，中安社区职工嘛用高丽菜制作高丽菜饭、高丽菜梗、高丽菜干等等丰富料理，甲长辈食着时食在地。要长熟，咱要甲高丽菜甲促销出去，互咱的社区的长辈知影讲这制作的过程安怎，这个高丽菜伊的好处，甲伊的用途较好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高丽菜营养价值悬，变化料理的方式，互大家食袂腻，嘛食着高丽菜无共款的好滋味，照顾长辈嘛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对去年开始头一摆出现人口负成长，这少年人无想要生囝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伫咧咱台湾尾屏东已经是少年数19年人口负成长，虽然有奖励生囝的补助，不过有关拢无效，咱来赶紧来关心这款的危机。进来喽。潘小姐手抱的是伊要满月的查某囝，实在真高追。伊今年26，这是伊头一胎。最主要是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啊，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到哪里。你看，如果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就当然没办法生小孩。要生无，敢要生第二胎？伊讲出少年人上烦恼的就是经济，无怪即马台湾囡仔哪生哪少。屏东市这间妇产科病院开业超过20档，以前来这看，规间满满拢红婴仔，即马红婴仔一年比一年搁较少。较早好的时拢250个到300个一个月，即马逐个月拢无到100，所以其实是有来落足济啦。对数字来看，屏东人口伫1997上济有513000外人，不过2002年开始，人口就一直减，到2019年年底，剩819000人。对高峰到今，拢总减尾10万人，而且是连续19年负成长。其实，规个屏东33个乡镇有32个拢有生育补助，其中李港会使讲是全国上好。今年已经发出2笔第5梯15万的补助，不过人口嘛是逐年在减。虽然人口数无讲达到一定预期的效果啦，但是阮嘛是想讲吼。咱既然有这个财政，阮嘛是一定把这个社会福利，有这个生育补助这方面，继续加延长，就是先甲做更较好。对啊，它的贴纸是会排队的。李港乡因为有刷少回馈金，对10档前就推出生育补助，即马生第1个到第5个拢有补助，不过也是无效。我想，一个孩子的培育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一次生育津贴就能够解决他的教养的问题，尤其是照顾的成本也非常的高。那你说像读幼儿园，那像他一路栽培他的时候所要精力的发挥。囡仔生了少，少年的拢出外打拼，剩老大人伫厝内。6都以外的县市其实拢有同款的危机。不止屏东南部，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行业。
它其实就在北部才有机会。产业的失衡，包括区域的一个不平均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促成这种就是高龄少子化的一个在屏东县加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吴丽说讲，县府这几档设农业大学、青年学院等等，拢是想要甲少年人留落来，对老大人的照顾嘛做真济。若无人口继续老化消失，对整个产业冲击会哪来哪大。记者陈家文、为做屏东报道。台湾头一本以日本慰安妇做主题绘本《路德花开》3月29日在台北发表啊。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这本绘本，让囡仔人知影讲，咱台湾有一阵真坚强阿嬷因的故事。另外，妇安会也宣布讲，阿嬷岛会伫6月底重新开播，希望众人会当继续来关心慰安妇的议题。外婆，我的娃娃破掉了，您可以帮我缝好吗？可怜啊，可怜啊！娃娃以后肚子上会有刀疤，就和我一样。用天翁仔的故事开始，向囡仔讲慰安妇的议题。这本《路德花开》绘本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所推出，台湾头一本以台湾前日本慰安妇阿嬷做主角的儿童绘本。我希望孩子看过这一本绘本，他可以对一个不公不义的性压迫史去有一个认识跟了解。阿嬷的故事曾经是沉默的伤痕。曾经是大家心中的痛，我们希望把阿嬷的故事从伤痕转换为有力量的存在，能够反省我们国家或者是别的国家在战争当中其实对于女性的强害。妇安会讲，望用这本绘本，让囡仔了解历史上慰安妇的议题，嘛让囡仔思考现代的性别议题。妇安会嘛伫现场宣布，以慰安妇历史做主题的阿嬷岛人权馆，6月底会伫台北市新德路重新开幕。所以我们今年的筹备的状况，目前已经申请室内装修跟博物馆的，所以我们预定是6月25到28开始完工，可以开幕。除了绘本以外，妇安会讲，因嘛有伫咧培养经济教师，来向囡仔教育慰安妇的议题。妇安会补充，即马阿嬷岛的经费也是真欠缺。望各界关心阿嬷岛的人士会使来斗相共。记者郭碧君、陈宝罗台北报道。根据着移民署的统计，对2007年到今年1月底，4年移工所生或者是身份不明的非台湾籍囡仔，就清统计。主要是因的妈妈因为各种原因来离开工课场所，变作是非法移工。因为这寡囡仔无身份也无健保，这寡囡仔要何去何从呢？咱赶紧来关心。看过去满满拢是红牙仔，大家目睭大啊大蕊，有拄则出世的，嘛有已经5、6岁大，会晓照顾别个囡仔的。这个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叫关爱之家的所在，无政府立案，30年来已经协助300多个囡仔回去家己的国家，是这非法外籍移工妈妈的避风港。Until I come to Guan Ajichan and they bring me go to hospital to check. And how much money did Guan Ai pay for you for the baby? 4,005. 非法移工的妈妈因为薪水低，无法度负担民间机构的费用，转去找关爱之家讨救兵替因做工课，这已经是公开秘密。原来移民署对2007年统计到今年1月份，毋是本国籍妈妈找无或者是身份不明的囡仔，就有1008个，已经遣返的有600多个。原来伫咧关爱之家即马收容的非本国籍囡仔有285位，以1年85上多。尤其一寡是阮伫咧小家这个囡仔，伊无伫咧阮的体制内面，就无可能有居留证，还是健保卡，迄是拢无。即马是20几个小家啦，一个小家的支出至少爱3万块以上。原来，即阵台湾合法立案的民间机构有118间，收容安置的非本国籍囡仔有30多个，主要用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一年开销差不多800多万。我们希望说，移工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的，因为妈妈要照顾孩子，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接受到这个抚养的话呢，也会对他的成长比较有好处。
when you have this facility, yeah, Indonesian children, you will have more children to be born in Taiwan, and that's not our main point. They should perform in their job better than thinking of having family or babies. 印尼办事处坦白讲，若因的立场设立短期囡仔的照护中心，这并不是因的优先事务，也反而会有反鼓励的效果。鼓励囡仔学习、教育、信用等等的发展，因要是呼吁移工就要清楚家己来台湾的目的。也若即马因为疫情，囡仔遣返的制度，一对一监护和接应的工课也增加袂少难度。印尼办事处表示，希望咱的指挥中心到3天，拍算4月底进前送14位囡仔回印尼。记者阿敏金郑派文台北报道。陪伴囡仔读绘本，对囡仔来讲是一件真好的学习。家己埔子最近有一场家长成立一个讲囡仔顾的协会，希望透过讲故事、照册、照红阿米等等的服务，来满足家长对幼囡仔的教育需求。一秒七，3更半暝偷食米。用台语教囡仔歌，家长甲囡仔做伙来算趣味的活动。家己关一寡热心的家长，最近成立故事内有讲共好实践协会，希望家长囡仔有亲子做伙读册合适的空间。推广第一个是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相处的教养的观念。那第二个就是这些绘本它这么的好，那它好在哪里呢？它内容好在哪？它插画好在哪里？我们也是透过说故事的活动，让小朋友去更加认识这些好的东西。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有时阵唔知影要安怎来拣囡仔册，甚至囡仔讲安怎个食趣味。透过协会老师讲故事的方式，不管是母语也是故事内底的道理，囡仔嘛较愿意来听。哇，来给大家看，谁来了？给他拍拍手。好，阮家的囡仔等去厝了，即摆下课行厝了，讲妈妈，迄故事老师甲你讲的拢无共款，老师讲的比你讲的较好听。协会表示，家己原所在看有山区甲海区，一寡家长如果需要幼年教育的资源，有当时拢唔知影要去倒位找。协会成立除了办活动以外，嘛希望会当协助家长也是教育单位来补足幼年教育的欠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婚姻土库的溪边社区，最近特别开课，予社区的老大人来学画狮头。除了予时代训练手甲头壳以外，未来也希望讲会当做伙来弄狮头。长辈特别甲一粒搁一粒的狮头装饰，是大班搁真有气势。婚姻土库镇的溪边社区，为着予长辈回想着过去舞狮阵，特别举办这个课程。其实在地有一个狮头队，然后我们想说要传承说，因为狮头队慢慢会没落，可是我们想要唤起长辈的记忆，说我们自己族寮还有一个狮头队在，所以我们再来也会训练长辈以这个狮头下去表演。让说社区的狮头队可以传承下来。做这个狮头，通训练老大人的手，佮有头壳，防止老化。另外，画伫顶面的色水，拢是因家己的想法，大家作品拢是唯一的。讲到过去舞狮阵，阿公阿嬷的面是笑眯眯，也希望把这个狮头做甲上好。做这是感觉，互阮这动脑筋真好。若看到这狮头，就回忆到较早的时阵。今天做的狮头是训练长辈的那个头脑的运用，防止老化。颜色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你看他们的颜色很活跃，而且颜色心目中每个颜色都不一样。期待未来通看到长辈甲社区特色展现出来，嘛甲舞狮阵这种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7度；
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上嘅时间再会。